一般的人文认为，一对丈夫的设计师一天嘛是迄个都市吼，今日做个讲奶奶的，嘛会停留下。工作室应该各有设计感，家庭生活同工作嘛会分得清清楚楚，嘛爱去世界各地去看，但会有一个设计的灵感。你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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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芭比，请你把它带走。你像进口商，他们也都是这个样子。如果说他买美金，对不对？他进的时候，如果美金也赚，进货卖的商品也赚，他就两头赚。如果你美金赔，那你到时候你卖的商品的利润就是要贴那个赔的那一边，那等于就是说你白做工啊。因为我们卖布卖那么久，没有像今年那么难。在外面每个人都是在做同一款的时候都是分工合作，但是我妈妈嘛都是自己做、自己染、自己画，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，所以全部的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。做嘅做嘅，那爱做马嘅作用嘅时间，就去编成马嘅作用爱用嘅做嘅。今前呢一隻紙板，啊做用儀，而家紙板做用儀已經做起嚟，而家呢都要變成畫圖做嘅，嗰時候都係。我同一般的设计师无相同，我嘅工作室呢，都喺我路口嘅做下。我喜欢迄个上下，因为我设计衫褲嘅灵感呢，都係來自一個上下嘅風雅、個衫、貨房以及一個風俗習慣。我個啲同人講，做下呢都係我嘅珍藏，我嘅家庭、我嘅事業，都係睇一個做下做成呢。有没有看是谁弹？你去拿一个声音。谁呀？摆到路了。貨房哈，它本來以堂下為一個中心。他講人呢，會圍到一個堂下吼，像一個老闆吼，一層一層的起。嗰時候睇下迄個貨房地輩人呢，都喺外頭呢熟白親切。他講人都互相照顧，也互相的探索。我哋眼神都一貨房，我見太快，哦，變你講同心圓，你從大陸嘅客家人咧，迄個嘅人物。哦，客家圍龍屋啊，意思係呢種嘅意思有相同嘅，相同嘅你感覺，那點解人哋看到都係眼神嘅部分，哦，都係人叫各種嘅部分，哦，一通，隔嘅要一通，好像那種迷宮咧，係啊，有啲一通，哦，哎呀，房屋同房屋之間嘅巷咧，攞人做子孫巷，一子孫巷都講。聯絡感情啊，喺把阿伯嘅來有錢買嘢，嗬，阿叔來有錢買嘢，都透過也為子孫巷，哦，來行通，來運，來教來了安尼，哦，你都聯絡感情使用嘅，可以都最典型嘅，哦，一揀嘢個，一阿伯嘅屋嘅，一阿叔嘅屋嘅，但是伊就區隔開來，哦，嗰陣如果有啲細巷嘅。哦，啲自尊吼，啊，見緊人哋都眼神都見緊人哋講孝真講，有人都鄰家摸乳香，都係呢。就是那邊又有分兩個岔路，一個可以通到原來的原點，一個可以通到另一邊去。然後。
再来过不是来过。对呀，然后可以回到这个原点了。你就导览啊，好，继续。哎，其实那边是以前的猪舍啊，就跟你讲。还有一条小石头嘛。好了。就这样子了，现在就是我舅舅的家。係設計上夫嘅靈感，由來自一個播放嘅神話習慣，嗰啲一個風俗習慣。嗰時候呢，我哋設計出來上夫呢，每一樣都有我哋客家嘅故事。像一輛上夫以特別為到我哋客家人嘅播放文化。嗰時候我先上提我哋嘅改好堂嘅名嘅觀揚到傳統農鄉，因為我哋係播放太陽人當地講，係根本因為一些阿伯嘅路卡，我看到對萬人嘅路卡嘅做下嘅係冇路劇堂嘅，我對嗰片傳過去，嗰時候我哋頭擺會講傳插喎嘅意思。嗰時候我用一個無限嘅嚟推表一個傳插喎嘅意思，不過你對那片走對那片行，你都走得出來行得出來。有啲人唔熟悉嘅人去到我哋貨房地方，伊同我講唔定貨房地方用種迷宮用嘅咯，呢批嘢出唔來嘅用嘅。啊，我一隻花一個人群咧呢，都代表我哋一個貨房地方係啲人，而係所有東西人家親戚、人家叔叔伯伯，嗰種一個人心咧，都像一個人群咧用嘅，一看一，全部攏看到嚟窮下，個團結嘅意思。有擺我聽人講，客家上夫愛食菜呢，因為呢客家上夫只有唱歌嘅、跳舞嘅時間當會做。當時我感覺客家上夫一般年輕人很早出去，如愛有一個現代嘅設計，但是呢我哋嘛唔可以失去貼到客家嘅基本嘅東西。客家人對客家上夫嘅特色看法冇相同，但我認為呢，一個入三秋係我哋客家上夫姿態嘅特色，嘛係特別嘅族群地方，我哋冇辦法看到嘅，因為客家婦女呢愛去工作，愛去料理家庭，對早晨做嘅都啱，都唱健家，我媽媽、我姐姐同我嘛係一樣。你要當來，係，你咪都當來潮人嘅，唔係。咩講法咧？幾片你聽呢輩客家人都喺我媽媽很多亞洲仔，其實也本名很多林桂英，因為我阿婆呢叫我兩台人，生意呢冇血氣，嗰時候呢都讓我媽媽來溜達，走路睇路賣，嗰時候當我很多亞洲仔，嗰時候也走去溜達路賣7個人，我媽媽35歲陸家人。2年後呢，我爸爸唔過身呢，因為我爸爸係一個外省人，喺台灣也冇親戚。媽媽都只有帶對我哋一代都好慢嘢，一代都好對細聲人呢，為了我哋南部嘅呢部嘅鄰家貨房，繼續做一個麵包板嘅生意。正經，向前面。阿公保護你，保護姐姐，保護我們全家健康平安，有沒有說？有呀。哪有說？我又沒有聽到。來給我。好。那好。我媽媽完全家人嘅時間呢，我阿婆都睇到佢做麵包板，我媽媽都睇西安城後做板檔妹生意。回來以後，只有整麵包板做太賣，分發分一條板檔妹。嗰時候對我阿婆開始，到我媽媽，到我姐姐，人家算起來已經有82年嘅歷史嘅。
更加提市面上春岛运用一个泸州头手炒的手工整面拍板的地方，已经越来越少的。尤其喺近家呢，一个炒的越来越少，也越来越难买。不管我哋烧鸭丝也好，烧炒的也好，也越来越冇一个利润。嗰时候妈妈有时间又想讲唔会做嘅，有人听到呢，讲我哋安尼传统的手工面拍板会失去。嗰时候想办法，请到你唔可以炒的不爱得，希望我哋可以继续做下落去，维持一个传统的手工面拍板。从我阿婆到现在就是用这个大灶啊，这样捧起来。他就等下会有手，我又会做板条，又会灌香肠了。踩你呀、那钉那个椅子哦，又更强哦。会啦，花一点巧思。你这个用。伊讲我来啊，我讲我全部武装啊，安尼那么使有啊，讲军一年啊，讲迄啊。从小我哋ลูกค้า都冇食来嘅，嗰時候睇我哋ลูกค้า呢，從來都冇講買個洗頭，都應該食來而做，買個洗頭係什麼嘢而做，講臭也好，修理燈具也好，當作當燈也好，買個洗頭我哋攞而做，嗰時候從小我哋呢，從小都一定學嘅。哎呀，做嘛嘅？喺廉價貨房。我哋他本是8Q，拢去买煮肉吃煮的，拢做嘢嘅生意。因为我哋聽講嗰啲時間呢，有時有人哋講，唔係廉價貨房嘅什麼嘢，都冇人咁協。我哋用姊妹呢，嘛喺廉價貨房地位，唯一一定未相連嘅人。以前我落妹點，雖然伊哋什麼嘅，但是冇人咁欺負伊哋，做乜嘅？我寧波房很多年，我哋也落嘅地不對太多，人口嗰度世代相當多，全部有吃煮嘅，全部大家人嗰度吃煮嘅全部拿到嘅，會強啊，都冇人敢欺負伊哋，嗰陣時而家生活相當安全，有啲我哋寧波房嘅本人嘅印象，你講歐一等於，其實也唔係講壞事，也都講都是講我哋波房相當團結。我保護落腳，都係下晝食好嘅米，都嘛食，泡完久，因為入米磨米漿，一天要24小時，泡冰24小時，咱可以磨米漿那個好，我國挑，都嘛個冰落杯，冇看的地杯，
因为吼也物强吼，俺哋迄个题啊，俺哋火房鬼拢火房嘅呢，讲吼唔强出得来啊，哦唔强出得来，啊出得入，调甲对调呀，俺哋，像以前的话吼，甲对我也咪不愿调的，甲别人在下面讲，因为做出得来调东西哦，他敢用拿住都比出来吼，就炒一出嚟，嗰個無人咁呢來吼，火房調東西。你问什么？我哋從細都聽到我媽媽鄉下做生意，我這邊入嘅時節，因為擔心我媽媽身體唔好，身體也唔好，嗰時呢都留下來睇到佢碰樹做健家。因為我從細我都個難橋嘅人。明白嘛不平，媽媽因為擔心我，嗰時候從來唔幫我做碌下洗頭，到見家整班嘅生意，都搞幫我做這幾家。媽媽攏說唔管老輩做好東西啊，嗰時候伊上身嘛，個攏自家做。後擺我哋一等啦吼，還好省時間，後擺人過苦。嗰陣是那個菜啊吼，個鹹，咱幫佢翻落啊。你喺省嗰度食唔鹹，食唔鹹嗰時我哋食唔關事啊。我哋晚些時節，因為我爸爸佢做過事，媽媽要學兩個生意呢，嗰時候清明股做事，整面趴板。嗰時年輕嘅時間呢，身體都做壞嘅。見家我畢業嘅以後呢，馬上唔得離開伊，到見家結婚呢，我媽太太要付佢買屋嘅。我媽媽明年買回來就伊主動就幫我認識，也同我上面生意呢睇住帶胎。哎呀，別說啦，都去了招啊。我大廚師，大廚師呢，以前是專門我是的呀，炒菜的呢。哇，好久沒吃這個了。嗰個藝片呢，我嘅嗰度嘅人看呢，一條線呢，台北係媽媽，一條線台北會係摩耶。啊，一個人呢，唔覺到媽媽同摩耶加出去，一個人係團起嚟咪，其實伊冇團，而係人出的另外一個人嚟開始。嗰個我希望安尼風俗習慣，安尼媽媽對摩耶嘅緣分，可以永遠地傳下落去。好像北部的人做喜事，好像客家人就要打那个起拔艾，我们南部就是要做肉丸。就擺婆婆的有人做好事，全部兩頭全部都出來釣牛人哦。慢同看一下幾隻貨。要自己做才好吃，市场做的不好吃，遗传到我妈妈。阿弟在做什么？我在玩球跟 win 啊。还好，要不然他又要做他的肉丸。他肉丸就会是能吃到最小的那一个。他很会做呢。他講你以前呢，個中南強，所以嗰度事情呢，都忙什麼嘢睇做。所以那些冇做事呢，都喊到好命。嗰時候做成啊，那客家婦人家會吹呢。所以呢，更加我對外來嘅教育呢，不管而係社內工作還是社會工作，而家要愛會做。他木卡的地方，那把木卡放到这里面，都
会烤掉了，所以它过完之后要把这火熄掉。对，这是用它绑的，因为换水的时候，你把它烤进去就可以了。这个用砝板就可以吃了。真的我听不懂了，惨了。2000，很便宜哦。很便宜哦。对呀。有打折吗？有打折呀。要打几折啊？来看吧。打3折。打3折，哇，惨了。不行，打8折。我要3个。这个镜头就是这边可以看光哦，这边可以看光，这边可以看光，这也这边可以看光哦。你长得好帅哦！一個神燈法吼，如我哋客家人竟然供來嘅，天然人咧正月15，都要做神燈版，當行都要插一個神燈法去拜神明。因為客家人咧，細個一出生係一個種族，吼滿園嘅姿態元素。嗰時我喺問到講，點解我哋按道單位、按道人士，為咗客家人嘅文化延續，作為生態嘅努力。嗰時我都講，我哋一道人都我哋係客家文化嘅神燈。嗰時呢，我有個丈夫呢，帶下做一個推廣，我希望我哋呢客家文化嘅推動呢，可以像推廣一樣，綿延不絕嘅意思。有一個前浪後浪推前浪，有新後來嘅人跟推出，湊過一個前面嘅人，咁我哋客家文化繼續嘅延續下落去。我有時就同人講，我人生當中呢，大風大浪，我可以講我都已經經過嘅。喺我人生之中呢，應該都冇乜個太難嘅，因為我從細我冇爸爸，媽媽按辛苦養我哋，身體做壞。我從細我都親近我媽媽，我失去我媽媽，因為我媽媽明白黑暗嘅世界，我都同我仔這兩個人坐喺個屋檐下，嚟爭下嚟叫。安尼生活，我哋都過去嘅。冇想到民國93年嘅時間，我太來嘅，因為從平頭睇1年半嘅時間，一路走嘅。睇嘅1年嘅當中呢，我每日都坐喺度卡叫，我又冇辦法做事，又冇辦法食嘅東西。我以為嘅時間喺我人生當中，自大嘅痛，也自大嘅失敗。本我對人生的看法也有輕大的改變。我本我相信我爸爸過身的時間，我媽媽帶頓一對滿月的生日呢，一對對色的生日呢，伊話要傳承學生日呢，今日生活一多代信仰的去過來嘅。就話佢錢嗬，那路可以種嘅啥？只要伊鏡頭完全呢，路線唔提綁起來，無水無奶，伊還是可以上嘅。嗰時我哋客家人會用一個連奏法來代表錢財子孫連續走來嘅意思。一個連奏法嗬，一個丈夫我最主要要表現呢，有很多有一腔法嘅故事。因為做乜呢？我哋鄉下人，有我哋客家人家務嘅時間。媽媽拿3折嘅時間，我有一樣東西，有人做生意搶咩法。生意搶咩法呢？最主要拿過去嘅片呢，本身嚟嘅鄉嘅阿姑啦、阿姨啊，對啦，差別幾種嘅嗬。伊代表乜嘅呢？伊代表如果媽媽同某嘢嫁出去嘅，希望伊嘅片呢，阿姑一對話可以上下嘅某嘢。嗰時睇下一槍法地本呢，有乜嘅東西？有連奏法。連奏法代表我哋嘅錢財，我哋嘅子孫，連奏過來嘅意思。
日本原厂设计的哦。会啊，会啊，看下你唔对哦。今日你叫下女工叫9点。哎，玻璃花要晚上才会下。阿弟，阿弟来，弟，来你要闻这个啦，这个啦，不是叫。连着法、客家的法，不管你种的多耐，伊还是按耐命，唔可以按风、按气色、按有法律。我哋的人生中，係咪如果像連着法一樣，喺一生當中，不管我哋遇到乜嘅困難、乜嘅事情，我哋都要一律一逢，一律一好。初中畢業嘅時候考高中嘅時節，我媽媽問我講，可以讀乜嘅學校？我同我媽媽講，我嚟考嘅。美工設計，但是伊都應該他們是嘛講到美工設計，伊都冇嚟講，咁美工設計是做乜嘅呢？啊講你畫圖嘅啊，啊伊就同我講畫圖啊，那佢也係畫圖嘅，啊但是呢伊冇名，伊寫來人可以畫看板，可以畫 mail， 啊唔識乜人喺一擺邊一擺畫圖畫到冇名，用可以同人畫 mail， 咁唔知做乜嘅呢？啊，那冇翻好事的呀。然後過來呢，都想到講，假如嚟考服裝設計，但是又冇嚟講，嘛講到服裝設計喏，啊講服裝設計都同人做衫褲的啊，啊又講做衫褲，見緊人哋衫褲攏賣片的人，那有還有人本人做衫褲啊，好有冇時間多面呢，都只有講好吧，假如嚟考美容美髮，啊又講美容美髮做乜嘅，講同人天頭毛的啊。如果今日個好，天頭毛更加好，整理一定好，咁都要靠下嘅。因為我哋想講，自己嘛美容美髮完全藝術還有藝術系的關聯嘅，叫做伊嗰個都面都要靠下嘅化妝新娘，特別做頭毛嘅一個課，但你拖邊也被也做為10年，當改行，再重新又再尋到去藝人性的路，做一個技術方面，染衫褲啊。做一個藝術方面咧，吞吐即個一筆畫上去。嗰時候呢，我都適合嘅，我前面兩個我冇達成嘅願望，一定要去畫圖，一定要去做衫褲。路嘅路貨房。但係行過嘅人生一趟一趟、一關一關嘅生活，更加一個路嘅一個路貨房，經過現代年輕人地方人士重新的改造，保存一個老地方老故事，好俾我哋現代嘅人去了解，安尼有價值的地方，我認為一個地方都係我人生中的寶地。這是我們家的最小的兒子。他叫大為，這叫安妮。凌晨3點呢，就會煙霧彌漫哦。好，來跟着他們走哦。對，後面的人才會看得到。哎，對，這個灶頭是已經很古老的灶頭哦。哎，這已經80幾年的老灶頭，所以這就是這樣子砧板條。然後這邊。